蛇猪皮，你落爱含酱啦！可以啦！努努，那模样都要跌落去啦！迄日唔对啦，掠係食买做的提示。卖招啊，行较近一条。个声音啦，努努，努努，条下上危险啊啦！后摆我要较生意的。中柱向向天气变啊！风就大啊！努努，你风上怪起啊！风上台啊，会用开家咧唱下啦。有咩么？有咩么？用咩么？用咩菜么？有人么？用咩都不好么？有人菜嘛？用咩么？你见无？怪怪呢。迄真怪气。丽莎，係丽莎求爱保护。就是咧，尼莎，系尼莎妈爱。到底用住啊？我冇得了啦！娘子啊！迄魔术吼，再顾。用人求爱叫。係唔係住？咁要按，改不改？佢是路乐哦。惊死我呀！愛佢做我誒。有問題，咪一起讓貴人。你條排路樂。佢竟唱起來啊！眼睛定關起來啊！娘子偷不完，你喺那邊啊？別講你出去。托娘做出去啊！我娘托你開了，不就困難咯？蛇條做了娘子啊！不過任務免信啊！真好，我可以教3屆蛇豬皮徹底催眠，那個人從頭變成我的奴才。阿伯伯叔。蛇主啊，希望係你歸路平安，較近前來。好阿媽，水姑加油！就要誒，冇氣力啦。等一下，夾到路樂個來呀！哈，個囡仔搶住睇不解物件哦。阿爺飛得冇敗哦。路樂先生，係人到底上頭做不解啊？阿爺飛啦，阿爺飛啦，飛啦，變做阿伯伯叔的奴才啦，飛啦，飛啦。
飞啦！哇！魔中，头阿媽一定會研究阿爸妹，走啦！诶，随便拿枪休息开啊！原来是阿布巴叔催眠骗你呢。嘿啦，唉，你还干嘛？你是想开催眠？我也能写出阿布波斯的魔咒。那么改开，会你们个无时无分哦。阿布波斯实在真歹心啊！这案嘛，就学一个。會研這天我個爛落來，啊，錯啊，要改圖嘅偏法麼？我人嘛唔知。你困住啊！耶！幫住！八公，係食大堂興食盤，你該是唔掂呢？就不该输，我爱掉上课嘛。八公，干就骗法改开落来无是咧咪招。他改么就，点嘛，这真简单。迄人去海边亲妹的是哪女，亲改土个。八公讲，若是深草改土果摔落去，无容改开阿布的咪招。唔过是哪一状态？八公讲，改土果就特别的气味，搞得爱啦。他都迷茫。耶，这个哩啊！改土果一只沙地花桥。帅哥，搞得很啊！係啊，細姑仲係你尿呢？冇中啦，我是對啊，冇氣力啦。哦，哈哈，細姑係呀，呵呵，卡架起邊好些咯。呀，起病啊！食菜感謝兄人，係啊，感謝你啊，唔是生意啦。由這個小電腦請兄人收落來，也係魔法飛進口，係我人如樂充有的保密。啊，魔中啦，上寶貴啊！到比阿布生之後，兄人始終無錯啊。哦，羅拉，哇！長了喲！長了喲！長了喲！怪氣咧，家條路路他們冇回答咧。事情咁偏好啊？講書啊，他見講書啊，講書啊，是路路。
刚刚，是路路啊，事情偏好啊忙啊。迄两子啊，迄今日干，迄个饲鸟毛路路啊，去死啦！你条该死的路路！哟呀哟嘞哟！三脚胎，小牛骨，嘿嘿，咁做好啊！你睇下睇，躲避后面改菜吗？蛇猪皮啊，迄个电影样啦！